由心而發的虔誠。羅馬書2章29節，唯有在內心作猶太人的，才是猶太人。割禮也是心裏的，是靠着聖靈，而不是靠着儀文。這樣的人所受的稱讚，不是從人來的，而是從神來的。昔日猶太人所注重嘅，乃係去持守外面嘅儀文，好似去受割禮嘅記號。正如法利賽人外表就擺出一副虔誠嘅樣子，但係佢哋嘅心卻係背咗敬虔嘅實意嘅。保羅喺呢度講出咗蒙神嘅稱許嘅原則，就係猶太人真割禮，乃係喺裏面作嘅，心裏邊做嘅，係在乎靈，唔在乎儀文。人時常都好容易為咗外表宗教嘅儀文去熱心，但係就難於喺心靈裏邊去完全信服神。弟兄姊妹們，人係睇外貌，神係睇內心嘅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哋裏邊嘅真實光景係點樣嘅呢？今日呢個世界係一個極為注重外觀包裝嘅時代。求主拯救我哋脫離一切假冒為義嘅危機，叫我哋經常都注重裡面真實嘅光景。因為無論我哋得救有幾耐，喺侍奉上有幾多嘅熱心，如果我哋心裏邊唔係真正尊主為大，愛佢，咁樣我哋就必定跑到外表去啦。經常話，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，乃是從神來的。基督徒如果追求從人嚟嘅稱讚，就必定會有裝假、追求外表呢啲情況啦。如果凡事都只係求神嘅喜悅同埋稱讚，就必定會信服裡面生命嘅感覺，信服聖靈嘅意思，留意去討神嘅喜悅啦。請問你係要得到人嘅心定係神嘅心呢？你係追求人嘅稱讚定係神嘅稱讚呢？親愛嘅天父，求你監察我嘅心，拯救我脫離外表嘅虛飾同埋假冒，喺呢個紛擾嘅世界之中，教導我安靜喺你面前，唔求人嘅掌聲，只求你嘅喜悅。願我嘅生命唔係空有敬虔嘅外貌，而係有聖靈內住嘅真實能力。求你俾我嘅愛心同埋侍奉都係由心發出，令我每天都能夠活喺你嘅稱讚同埋平安之中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